关系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咱家的囡仔孙仔敢是安亲班儿童咧？讲即摆安亲班儿童非常的普遍，因为即摆大多数拢是双薪家庭，爸爸妈妈两个拢爱上班，所以囡仔一个放学，安亲班就马上接过看顾。有的囡仔甚至到暗时啊9点、10点才转去到厝。安亲班甲补习班的老师已经来代替着家庭甲父母的功能咯。这嘛，互未少教育专家真担心，恐惊这个亲子关系会愈来愈疏远。下课钟声咧响啊，学校放学啊，敢是要回去厝？毋是哦，这囡仔是要去另外一个所在上课。一个行着安亲班，台南庄明路古板公车距离至少有30间以上安亲班，因为附近的庄明国中甲国小总人数大约3000人，每天下课都有安亲班的老师来接人。过来到嘉义县家国小甲民生国中，真侪囡仔同款是一下课就到附近的安亲班报到，甚至是包游览车来，安亲班移动已经是常态。以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在教上我可能教不来。所以我就选择安亲班，50%以上都会往补习班送。主要是由于双薪家庭的关系，家长没有办法在4点下课的时候到学校接送小孩子。过去父母无用工作，囡仔是锁匙离岛，不过至少是先回去厝等爸爸妈妈。即马咧回去厝拢是9点、10点啊，敢无时间甲父母互动。以前可以在家里跟我们的家长一起吃一顿晚餐，那可以在餐桌上面聊聊天。那这段时间原本跟家庭培养感情的这样的时段，就比较容易会被消失掉。安亲班无定当甲家长帮忙，但是他袂记的，伊是无法度取代家庭甲父母的功能。用一寡时间来陪伴囡仔，才会当互亲子关系更加密切。